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近期科技股捱沽，金價繼續波動。今集就同大家拆解呢兩大焦點。美國科技股2025年第四季嘅業績理想啊，截至2月5號已經公布業績嘅科技公司，幾乎全部嘅盈利都高過預期嘅，行業盈利按年增長1%，喺標普500指數嘅所有行業當中就位居榜首啊。2026年嘅盈利增長預測被調高去到32.3%。咁當然行業當中都係有人歡喜有人愁嘅。其實 MSCI 美國軟件與服務指數今年嚟就下跌超過2成，主要源於市場擔心可能推出全新嘅顛覆性人工智能工具會衝擊軟件行業嘅核心業務。短線投資者就應該對軟件股保持謹慎啦。不過背後反映嘅人工智能資本開支上升屬於利好因素，大家可以繼續偏好半導體同互聯網股票。甲骨文近期成功發行250億美元嘅債券，反映美國企業債券市場資金流入依然好強勁。今年超大型科技企業增加發債啊，相信仍然可以俾市場充分咁樣吸收。但係美國投資級別債券指數嘅收益率日價喺歷史低位，即係個估值咧仲係比較貴啊。所以喺多元資產策略之下咧，我哋維持偏好股票多過公司債券。其他資產方面啦，黃金同白銀都已從極度超買嘅水平急劇回落啊，符合預期㗎。黃金喺每安士4400美金附近嘅50天移動平均線揾到強勁嘅支持。而白銀就試探每安士64美金附近嘅100天移動平均線，呢一種嘅回調咧，為中期投資者提供咗一個分段吸納黃金嘅機會。地緣政治同埋財政政策嘅風險，以及對聯儲局獨立性嘅擔憂咧，都唔太可能好快就會消退。所以我哋喺均衡投資組合當中，仍然保持6%嘅黃金配置。今集時間嚟到呢度先，下個星期再見。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